文语，学而第一。子曰：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乐乎？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”有子曰：“其为人也孝悌，犯上者咸矣。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，谓之有也。君子务本，本立而道生。孝悌也者，其为人之本与？”子曰：“巧言令色，鲜矣仁。”曾子曰：“不入三省吾身，为人谋而不忠乎？与朋友交而不信乎？传不习乎？”子曰：“道千乘之国，敬事而信，贼用而爱人，使民以时。”子曰：“弟子入则孝，出则弟，谨而信，泛爱众而亲仁，行有余力，则以学文。”子夏曰：“贤贤易色，是父母能竭其力，是君能治其身。与朋友交，言而有信，虽曰未学，吾必谓之学矣。”子曰：“君子不重则不威，学者不固，主忠信。无有不如己者，过则勿惮改。”曾子曰：“慎终追远，明德归后矣。”子禽问于子贡曰：“夫子至于是邦也，必闻其政，求之与？亦与之与？”子贡曰：“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。夫子之求之也，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？”子曰：“父在，观其志；父莫，观其行。3年无改于父之道，可谓孝矣。”有子曰：“礼之用，和为贵。先王之道，斯为美。小大由之，有所不行。知和而和，不以礼节之，亦不可行也。”有子曰：“信近于义，言可复也；恭敬于礼，远耻辱也。因不失其亲，亦可忠也。”子曰：“君子食无求饱，居无求安，敏于事而慎于言，就有道而正焉，可谓好学也已。”子贡曰：“贫而无谄，富而无骄，何如？”子曰：